知道我也很在意他，他知道我也是愿意为他放下一切。如果万字要，还是多，就是真的是写故事。对。所以那时候去哪里？那时候要去40天啦，但里面有一半，这故事时间轴大概跨越3、4年吧。对，因为我的故事其实这本书不是只是写南极的故事，南极是后半，前半大概就是创业。什么赔钱的那一段的心境跟发生什么事有写在里面。原本想要创业是希望可以跟家人有更多时间，结果创业之后，连太太怀孕我都没办法照顾她的心情。然后二宝出生的时候，我也刚好那时候跟公司就是快倒这样子，所以那时候心情整个超乱，我就觉得我跟我儿子超不熟这样，就是有那种原本的想象跟自己做下去之后。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，所以虎爸就是那时候出现，就是那时候我整个在做因为商业其实很像战场，所以在打仗的时候其实是会那个比较男人那一块会出来，所以如果把它跟家庭混在一起的时候会很混乱，所以那时候我就会形象上会变得比较凶暴一点那种概念，然后到后来公司结束之后，就觉得说哇好啊那。也就结束了嘛，那我就可以回到家庭生活，去帮他们洗澡啊，干嘛的？就会发现天哪，我跟我儿子真的超级不熟。那时候又会有一些体悟，说到底接下来人生想怎样？对，然后这时候南极的邀约就来了，就说你要不要去南极这样？那时候我创业失败之后，我一直想不通一些事情，然后突然就看到有个老板可以2个月一直相处在一起，我想说，我可不可以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一些答案？所以才决定说那。就要接南极，所以去南极不是为了去南极，是为了接吻。当时一直接不了，我就到后来我就不滑，就是叛逆这样子，死小孩。没有啦，我后来就是就等于说因为我也下去滑第1天，可滑完之后我就觉得，而且第1天状况是很糟糕的，因为第1天是我们练习的时候是在起点嘛，起点其实比较靠海岸线，纬度比较北，就是比较暖和的地方，所以我们练习起来大家都 OK。可是决定缩到330的时候，是直接往，就是有点像我们叫诺曼底，就直接诺曼底登陆。就大哥意思说，不是从南法那里步行慢慢走，是直接诺曼底上去的轰炸。所以我们第1天到的时候炸下去，所有人都倒，团队的人就我就当后勤的啦。但我后来当后勤之后，你真的就退出了？我就退出了，我就去帮忙煮饭，帮忙搭帐篷。打杂。对，打杂。但后来确实有点。觉得还好有当后勤，因为连夜魔后来都说，说真的，如果你没当后勤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走不完。就是他这样说，连他都这样说，我就想哇，这应该最高赞美吧。但那跟放弃不理还是真的走完了，不是吗？对了，后来最后一个纬度就是叫 last degree， 就是最后一个纬度大概是110公里左右。然后那时候大哥就说你都来了嘛，你也不要浪费你这个位，能到这里不是开玩笑的那个，所以你最后一纬度可以也是加入团队，我们一起滑。一直在问的，不是事后才，是当下我就在问我自己。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游戏？对，我就边问边走，我就一直问南极，我说，因为我是这种人啦。跟南极对话。对，我直接跟南极对话，我说你为什么要叫我往前？你想要给我看什么？就是你想带走我，你是不是想带走我？所以我就问你是不是想带走？因为我跟自然会有这种会自然的地方。因为他爱我啊，就傻，就盲目。我觉得他就是盲目，没有啦，因为他知道我也很在意他，他知道我也是愿意为他放下一切。如果他要的话，他真的需要的话，我是会愿意做的事。所以这就是很互相的。我愿意这样，他当然愿意，他也愿意啊。就说好啊，那你要这样，那我也是付出我全部给你。所以我们俩的那个信任感是有点比较深的啦，这是我很幸运的地方，我只能说，就遇到他的。